观众朋友，你有偌久无控药啊？还是你完全无体验过控药？现在你有机会亲自来体验这个趣味好爽的传统料理方式。位伫林德区的中州里，伫区公所的协助之下，持续来举办漳州乐农药的活动，互民众除了会使体验到传统的控药，也佫会使学番薯、挽柑仔蜜，各种非常接地气的活动。日前也特别举办宣传记者会。立委王定宇甲侪位当地的议员也拢亲自出席，邀请市民朋友做伙来参加。今年最主要就是讲要来推广阮社区的小旅游吼，就是讲来遮会当来参加阮的社区的巡礼吼，包括阮的庙宇文化，也是阮的顶头文化，阮的麻油客栈，甲阮的古铁桥、二人溪的生态，连其尾会当转来阮这个福德祠遮来遮控窑。来遮挖地瓜，来遮采番茄，另外会当来芝麻糖的 DIY， 以及阮的这个风味餐啦吼。因为社区到遮已经有渐渐要做品牌吼，希望大家对伫咱中州这个社区，拄伫基美博物馆的南边，绿林科学城的西边啦吼。所以讲这个拄三个教会呢，希望各位有机会来发现这个是咱台南市南边的后花园啦吼，欢迎各位伫这个新春拢会当来参加。阮会常态性，只要恁来伫阮的中生社区发展协会的脸书顶悬，拢会当来报名。因为阮今年度这个劳动部多元就业计划有来团辅导，所以讲阮拢有专人会当来带咱导览来咱做一个说明安尼。即届为了配合防疫政策，区公所也将报名的方式改做线顶报名，将参与的民众分流减少聚集，同时也会使有更较好的佚佗品质。我们今年所采取的策略呢，是让我们民众的部分呢，用报名的方式，那我们管控我们的组数，来让我们民众一起来走出户外，那一起来享受我们一个乐农游的一个欢欣跟鼓舞。那也让我们整个疫情的状态呢，不让我们所有的民众都关在家里，能够有一个可以享受田野风光一个好去处。那也很欢迎我们所有的民众可以上网来参考我们的一个乐农游的一个方案。那如果有想要订购我们农特产品的部分呢，也一样哦，都可以享受我们上网来订购的一个乐趣。李长表示，民众除了会使参与社区小旅行，嘛会使向社区来租土地做假日农夫，家己种家己食。欢迎民众来中州里体验无同的社区文化。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